相聚嘅好機會。再嚟啊！sorry。影家庭相係一個增加同屋企人相聚嘅好機會。而2012家庭和諧系列入邊，正好有一個515相相聚攝影比賽，而家已經開始接受報名㗎啦。詳情可以去 Facebook 嘅專頁度睇下。咁即刻行動啦，同屋企人影多啲靚相 upload 去 Facebook 嘅專頁度。咁請支持東九龍青年商會主辦嘅515相相聚攝影比賽。最後一句好似好甩咳係咪啊？咳咗少少。好，再嚟啊！再嚟。咁影家庭相係一個增加家人相聚嘅好機會。2012家庭和諧正好有一個515相相聚嘅攝影比賽。再嚟啊！唔關你事。好，再嚟。咁影家庭相係一個增加家人相聚嘅好機會。2012家庭和諧系列入邊正好有一個515相攝影相相聚攝影。哎呀，一步啦！好，再嚟啊！好。影家庭相係一個增加家人相聚嘅好機會。而2012家庭和諧系列入邊正好有一個515相相聚攝影比賽，而家已經開始接受報名㗎啦。詳情可以去 Facebook 嘅專頁度睇下。咁即刻行動，同屋企人影多啲靚相，將啲相 upload 上。我太心急啦。好，最後一次。影家庭相係一個增加家人相聚嘅好機會。2012家庭和諧系列入邊正好有一個515相相聚攝影比賽，而家已經開始接受報名㗎啦。詳情可以去 Facebook 嘅專頁度睇下。咁即刻行動，同屋企人影多啲靚相，將啲靚相 upload 上去 Facebook 嘅專頁啦。咁請支持東九龍青年商會主辦嘅2012家庭和諧515相相聚攝影比賽。唔該晒你。